東堤灣畔樓齡輕，平價有會所。東涌鄰近機場，而且交通方便，來往中環都好快捷。區內首個私人屋苑東堤灣畔就正港鐵同埋巴士站隔離。屋苑2000幾伙，近60%係兩房嘅單位，呢個9座 D 室嘅間隔算唔錯噶啦。玄關短，冇咁浪費啲位，仲有通風窗，唔使怕焗縮啦。客飯廳市正好用，家私擺位冇難度，仲做咗個波浪形假天花，好有線條美喎。單位向內圓，望出去係一片綠油油，都幾舒服噶。睡房夠晒大，床尾同埋床邊都仲有幾尺闊嘅通道，仲做咗個通頂大櫃，放得落好多衫。而另一間就係書房，呢間書房做咗個書櫃同埋書台，仲剩翻啲空間可以俾你放翻張床，做翻睡房都可以噶。廚房呈心長型，空位多，可以俾兩公婆一齊玩煮飯仔。轉睇下另一個一座 G 室嘅兩房單位，向東南單邊，雖然側望公屋，但係大片山景，飽覽無遺。可惜間隔就輸蝕過之前嘅單位，玄關走廊比較長。側邊個廚房地方淺窄，三尖八角，好難擺嘢喎。好在日字型大廳都幾大下，放得落按摩椅同埋鋼琴。大房放到2張床同埋大櫃之後，都仲有大把位可以走動。可惜裝修就殘舊咗啲啦，全屋連埋浴室設備都要更換。